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的和平炭场，59位的员工拢平安了。防救出来的员工讲，看到休困的同事牺牲假期来救援，真感动。大家各会当做伙来食饭咯，实在真好。这个状况，请记者维生来报道。 好，主播观众带去掌握最新的现场了。和平矿场的59位员工都已经平安的脱困，并且都已经顺利的下山。现在大家全部都在员工餐厅里面一起用餐。还有员工表示了，能够在一起好好的吃热汤、热饭、热菜，表示非常的好。带你来听现场的最新访问。大家等个热汤、热饭等很久了啦。好，上面都是有干粮这样子而已了。对，很感谢他们呐，就是主动来上山来接我们下来这样子。对。 要排除他们为了要去接你们，还去就是砍树啊、搬石头，自己知道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哦，我们就觉得说真的是自己的兄弟，没话说了，就是感动2个字了。这是在召集了多少人一起去帮忙？哦，全部我们7台车，然后司机的话大概7个，然后助手加2个，大概总共10个。而这顿饭也真的很不容易，除公司协调直升机空投物资之外，同时还展开了2项的救援方案，包含抢通矿区的道路，还有从旧林道下山，再加上考量在矿区等待的同仁当中有不同年纪，也有女性的同仁，所以特别安排救援人员陪同保护，分批的下山。而不止59位的员工，连他们的家人也一起到餐厅来吃饭。还有员工的10岁女儿说，昨天很担心爸爸，今天看到爸爸平安的下山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抱抱他，然后告诉他辛苦了。以上现场最新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跑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